轉頭右腳個波彎到埋去遠處位再 set 危險。好頂埋去，咁啊大功告成1-0㗎啦。呢邊啊不停咁尋求香港隊嘅漏洞，咁啊所以就嗰個要走動多啲啊，要乜人比較緊啲啦。波攞到㗎啦，但有冇計咧？傳入嚟揾唔到射波啊！傳咗好多腳㗎啦。好啦，足夠人喺度嘅，小心㗎啦！吸翻轉頭右腳個波彎到埋去遠處位再 set 危險。最後呢個波就俾佢搏到啊！咁樣 set 埋嚟，10號嘅拉基賀新嘅入波啊，慘啊！呢個波咧 set 埋嚟嘅時間亦都係夠快啊！佢起碼出腳。好啦，1-1重新嚟過啦嚇，拉基賀新嘅入球協助作嘅孟加拉追成1-1平手先。咁但係孟加拉球員就非常之興奮啊嚇！11個打10個之下，亦都把握到一次，餐市又唔係太。再睇多次啊！長傳轉向啦，空晒個波 set 埋嚟，配合到啊！佢係飆得好快，真㗎拉基賀新。咪先係法希馬左擺右擺，擺脫咗艾華頓，送長傳呢邊伊斯林 set 到埋嚟，然之後插埋去，搶快一步先啊！拉基賀新呢個波都夠快嘅嚇 set 埋嚟，咁啊變咗咧就。